嘿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樱花少年 Q， 那么欢迎各位来到 Q 式生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手上这款华为的随身 WiFi 2 Plus 系列。好的，那么说到为什么要购买这个华为的随身 WiFi 呢？因为现在已经是快到4月份了嘛，然后学校就是需要我们去外面实习，那么我去工作的地方呢，其实是没有一个 WiFi 可以给我用的。那我现在呢，其实在工作的时候都是一般以行动数据为主，那么其实我的手机套餐呢已经是算蛮优惠的了，但是1块钱1 G 的一个价格，我每天需要用到5、6块钱，那么算下来的话，其实1个月也要100多块钱了啊！这么贵的价格，如果我每个月都要花上100多的话，那么我还不如直接购买一个随身 WiFi， 加上一个吃到饱的数据，那不是更加方便吗？所以我就在淘宝上面搜寻到了这个华为的随身 WiFi。好，那么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华为这个 WiFi 的规格吧。这个 Pro 究竟有怎样强大的一个功力？那么首先呢，华为这款装置是完美支援中国大陆3大运营商的4G 加网络，让你体验到拥有300 Mbps 的极速上网。当然了，具体的网络状况还是要看你所在地运营商的实际情况。那么再来，我们打开这个包装盒之后，其实里面的摆件都是非常简单的。除了华为这个 WiFi 的本体之外，只有它的说明书，还有保修书。非常可惜的是，这款装置的充电器依旧是 USB 接口的，而不是 Type-C， 这会导致可能在充电方面的速度以及便携性上没有 Type-C 来的方便。那么再来呢，这个 WiFi 是拥有一个64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容量。那么据官方说呢，这个 WiFi 是可以使用它里面的电池运作自己的设备18到25个小时。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白天的一个需求，不需要另外的充电。好，那么最后呢，它的一些小的接口之类都是集成在这个小盖子下面的。打开来，这里面有着网络的一个接口，可以使它成为一个家用的 WiFi， 然后最大可以支持到300 Mbps 的一个网络速度。那么再来呢，这是一个它的充电接口，没有使用 Type-C， 还是以前的旧款不能正反插的，以及一个 USB 的接口。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处，但是拓展性应该蛮高的吧。OK， 那我现在已经介绍完它的一个功能之后，就让我们来实际测验一下它在我们当地的一个速度究竟有多快。虽然说我心里其实也有一点底啊，因为在淘宝的评论上，他说只有个下载速度2兆、3兆之类的。希望在我们这里不会有这么慢的速度吧。其实速度还真的是蛮快的哎。OK， 那可能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基站数量比较多吧，但是还是蛮好用的。好，那么因为我现在是在室内嘛，在家里面，所以它这个速度的稳定性也是无可厚非的。那如果当我们到了室外，到了外面去玩或者是工作之类的时候，使用这个 WiFi 究竟有没有用呢？
那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吧。OK， 各位，那么我现在已经到了室外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iFi 在室外的功能究竟有多强大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。嘿，各位，那么我们刚才呢已经是在室外看过了它的一个网络速度，其实还是蛮快的，20 Mbps 每秒的速度。那么像我这种喜欢在 Netflix 或者是 B 站还有爱奇艺观看影片的人来说，真的已经是足够了。但是虽然我是一个追剧党，可是有时候我还是会喜欢在户外进行一些游戏啊，比如王者荣耀或者是传说对决之类的。这个 WiFi 呢就完全没有什么效果了，因为比如像昨天我在室内进行王者荣耀，使用它的 WiFi 进行连接的时候，它的一个延迟速度也是有100到200左右的，无论你有没有开加速器都是没有效果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各位是可以来猜一猜了，我这个 WiFi 的装置包括了这个行动数据总共是花了多少钱？那么各位可以在弹幕上或者是评论区留言留一下，然后我会倒计时3秒之后，我会在右上方标出它的一个金额。那么开始吧，3、2、1。OK 啦，那上面的数字有没有吓到你呢？好了，那么不管怎么说，已经是买了嘛，那也就只能用下去了。OK，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、分享，然后评论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右边呢还有我其他平台的账户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关注一下。那本期影片到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哎，告诉你个事情，好像那边有 WiFi 啊。啊？